個，你哋知唔知道猴頭菇有乜嘢好嘅？知道。阿葉榮，我等下先連你啊！你想揾我做乜嘢？有冇人連上嚟？你連上嚟嘅，我送一份禮物俾你。送一份禮物俾你，知唔知道猴頭菇有乜嘢好？咁我哋有猴頭菇同埋山藥。猴頭菇加山藥，我哋係冷凍破壁，喺低溫負幾多度之下咧打嘅。你問下佢。你這一個低溫是多少度的低溫？那個空氣沒有溫度，零溫零度啊，係低溫0度破壁啊！佢係冇金屬打嘅，佢直接模擬咧呢個低溫，然之後破壁打碎晒佢。呢個技術只有中字有㗎咋。好高壓嘅空氣能啊，跟住直接去擊穿晒所有嘅。佢係採用咗採用咗低溫高速嘅氣流破壁技術，冇錯，高達90%㗎，有國家專利銀獎嘅，你可以查下。係藥企唯一一個優勢，破壁之後咧，佢個多糖含量非常之高，5秒出湯。5秒出湯。有啲人話聽到話銀獎嗰係咪即係仲有金獎？但係目前係冇金獎啊！冇任何嘅金獎。目前呢個項目即係呢個咁樣嘅評比裏邊係冇任何。嗱，如果你平時經常咧，我哋個胃仔唔自在嘅，你哋今日係咪買咗我嘅益生菌？係咪？你可以加埋我哋嘅猴頭菇啊，同埋我哋嘅山藥，平時直接出湯攞一包。咁我咧，你可以睇下我哋嘅藥某房咧，佢平時係幾多錢嘅？我哋係89蚊一罐嘅，係89蚊藥某房價，佢只係有一樣嚟嘅啫，佢個配方。咁我要求佢放多個猴頭菇落去，佢山藥就89，猴頭菇就89，佢加埋都要100幾蚊。咁我今日咧，我問下佢可唔可以攞38份出嚟做廣告，118蚊。咁佢118蚊，咁你2罐，嗱佢89蚊加89蚊，佢要幾錢啊？89加89嘅話等於178蚊，係咪？係。佢178蚊，你聽唔聽到？佢2罐，但我今日唔使啊，我減咗佢我減佢60蚊，就嚟母親節啦，118蚊，我今日俾到大家嘅一罐有幾多條啊？20條，2罐，3罐。你可以試下㗎，個胃仔唔好嘅，好唔好？好。118蚊啊！你頭先講2罐啫嘛，你話2罐跟住減，你優惠60俾人嚟啫嘛。送多罐，因為38份嚟嘅。咁我嚟到中字啦，你問下佢得唔得？送多1罐，你現在2罐，再送多1罐。大家說好了是2罐，然後就是給60塊錢嘛，就是給大家就是118嘛，2罐嘛。對啊。現在他說送多1罐。不給啊，肯定不行啊，這個我們做不了的。那我來到這裡，你要不要再推？你不推我就立馬走了。你給38蚊，38蚊你過來。呢個沒有的，你自己講話減60蚊2罐，減60蚊俾1。你哋想唔想試？因為佢一盒有20條。嗱，我同你講，真的給不了。你不要說這個，從來沒有做過這個價格。你睇下，嗱，你自己睇下，佢一盒有20條，是不是？係。如果你想養個胃仔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去中字睇睇，佢一盒係咪要89蚊？係，你自己睇睇，你走去晒佢係單方，我而家係複方，有2種嚟嘅。複方係我哋老中醫配好晒嘅配方俾到你哋啊。係，你如果個胃仔唔舒服嘅，你每日飲1條，用溫水沖，佢入邊咧就係我哋古代養生嘅藥食同源嘅，入邊有乜嘢啊？有我哋嘅山藥同埋猴頭菇，河南焦作嘅可以直接入某藥嘅山藥。同埋我哋嘅猴頭菇，仲有陳皮喺入邊。你可以查一查我哋條方噶啦。我咁樣好唔好？118蚊，俾到大家嘅1罐2罐，再加多1罐。真的不行。30分，你上完就算啦。平時嗰啲藥咩房嗰啲咧，佢就係咁樣嘅單方，即係得一樣嘢。行不行？最多給20分，因為我們從來。咁我行啦，我不跟你聊啦，就20份，20份，是不是？對，只有20份。俾你哋試下，你可以查查藥某房係咪89蚊1罐啊？今日118蚊3罐。複方嚟㗎，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上車，香港嘅朋友仔你都可以安心買下，因為我哋旗下嘅藥某店咧有20萬間，全國有20萬間，喺我哋廣東有10萬間。可以中字藥業。嗱，平時你哋喺藥房嗰啲咧，佢哋只有呢個即係單方得一樣嘢，冇其他嘢。但係我哋而家嗰啲咧，我哋係複方嚟㗎，配好晒配方係我哋老中醫配好晒配方配俾你㗎。即係你平時喺藥店你買一個猴頭菇，買一個山藥，要買2罐先達到1罐嘅呢個效果。但係我哋今日唔係啊，我係特登叫佢去做呢個配方啊，係特登啊。佢得20份咋？如果直播間嘅朋友仔你需要嘅，而家剩翻19份、18份，唔加單啊，17份。你去中某字你睇睇好唔好？好。嗱，呢個益如姐佢睇過啦，118幾罐3罐你自己計下，30蚊1罐，40蚊1罐都唔使。
佢20條你當涼茶咁樣去保養你都抵啦。因為呢個係採取咗我哋0度低溫嘅技術，佢將破壁技術咧，佢破咗壁咧，佢達到90%以上㗎嗰個有效率。而且佢係同你哋平時買翻去自己打粉嗰啲完全唔一樣㗎。唔一樣㗎，因為呢個技術只有中至有㗎。係，只有中至有。用凍水沖定係熱水，用溫水、用凍水都可以嘅。熱水都得100度都冇問題。個胃仔會反覆燒酸心乜嘢嘅，食唔到嘢嘅小朋友唔中意即食嘅。屙啲屎公咧爛燒燒嘅，容易咧屙別別嘅，呢啲朋友仔你都可以試下。佢入邊有我哋嘅黃芪山藥。